大家好，咱就开始今仔日台语文社的课程。顶摆是讲声母的部分，其实声母是上简单的。即摆开始，咱就爱来讲韵母。韵母就小可较复杂淡薄啊。毋过咱嘛是会先为上简单的部分开始，希望大家咧看的时阵，莫有伤大的压力，豆豆来。我伫台语文社好朋友的群组内底有传一份今仔日上课的PPT， 转做是 PDF 的档案。因为甲顶摆共款，咱伫后壁就是讲一段以后会有一个练习。练习的时阵，大家当拿参考PDF 档案内底的内容，拿来写答案。今仔日就是讲韵母。韵母就是，若是咱咧学英语的时阵，就是讲，其实韵母就是母音的意思。其实台语的上基本的韵母，嘛叫做基本元音，就干那这6个，就是啊、a、e、o、u。咱就一个一个来看，就是若是迄字母写做 a 啦，其实发音发做啊。这种发音甲英语较无共款，其实甲拉丁文拉丁语甲欧洲的语言发音的方法较共款，所以 A 是发做啊的音，写 E 这个符号其实是发做 A 的音，看到 I 爱念 E， 这是 E 的音，一个 O 甲两个 O 是无共款的，一个 O。其实全台湾发这个字母的声音有淡薄仔无共款，较南部尤其是台南高雄，较会发做 的音，若是较北部较会变做 O 的音。两个 O 就是无共款的音，两个 O 就是 O， 所以一个 O 甲两个 O， 毋是讲一个 O 的声音爱念2摆，其实一个 O 甲两个 O 就是无共款的声音，看到一个 O。是 O， 看到两个 O 是 O， 但是你会讲，伫北部一个 O 发做 O， 两个 O 发做 O， 这两个音真正是足像的，有当时分袂清楚。所以要安怎记？就是一个 O 就是蚵仔，像咱食蚵仔煎的蚵仔，这个蚵。两个 O 就是骨蚵仔，火锅内底爱放蚵仔无？迄个蚵仔的 O。这是一个 O 甲两个 O 的无共款。上尾一个就是一个 U 爱读做 U 的音 U， 所以就是 R A E O U。拄好这6个音用一句话会当记起来，就是阿姨有乌下无？阿姨有乌下无？这嘛是一本册哦，一本用台语文写的册，伫迄正面下骹100度。阿姨有乌下无？爱找乌色的鞋阿姨你有乌色的鞋无？阿姨有乌下无？这就是这6个基本元音。所有的韵母拢是为这6个音，佮加一点变化变出来。咱后壁来讲，一个一个来讲。第一是啊的音像亚洲的啊，大蛇的大，拉里的拉，加在的加，巴甜的巴，教师的教。若是甲真济这啊的音拢写做一句话，当写做阿嬷食饱三干妈，这有足济啊的音拢伫内底。A 有啥物？下骹的下，下串的下，下里的下，关家的家，礼数的礼，长底的底。若是写做一句话，田螺会晓洗皮鞋，这拢是 A 的音。过来是 E 有啥物？你好的你，时间的时，米芳的米，过年的年，比较的比。鱼仔的鱼，若是写做一句话，阿姨介意饲金鱼，这内底有足侪 E 的音。过来是一个 O， 一个 O 就是蚵，南部讲蚵北部讲乌。像讲蚵乐，
蚵加乐拢是蚵仔蚵，乐所的乐加奢，烦恼的乐，奢时的奢，倒位的倒，哦，若是写做一句话，就是奢烦恼无菜刀，这拢足侪蚵。两个乌，拄则有讲，就是乌仔的乌，所在的所，雨伞的雨，头毛的毛，古水的古，布篷的布。若是甲写做一句话，就是落雷落雨，要找路，这拢是乌。好，上尾一个就是有，有啥物？有效的有，需要的需，丢除的除，女性的女，符合的符，母语的母。若是写做一句话，妇女需要有温书，这内底就侪有的音。好，基本的6个讲了搁来2个，这2个你安尼拄看到，你会感觉这毋是韵母，伊原本应该是声母，就是讲主音，毋是母音。但毋过伫台语内底，即种声母会当高一个出现，哪当做是韵母共款。这有2个，一个是字母是写 M， 就是的音，的音。另外一个就是 NG 做伙 ，NG 做伙就是的音。后壁有记咧，啥物？像讲好的草的的姜鱼的这拢是原本是声母的这种音当作是韵母，所以叫做韵化声母，还是讲韵化辅音。若是写做一句话像讲毋捌食草这就有足侪的音。过来是的音 ，NG 就是的音。像讲两人的两，这就是两甲两人白饭的饭，草酸的酸，肠仔的肠，更甜的更，餐园的园。若写做一句话就是餐园暗顿两粒两，这就有足侪的音。好，安尼咱就甲这上基本的韵母，就是母音，包括6个基本元音，就是a e o o u，加韵化声母就是甲这6个加2个就是8个。咱就爱听下骹我讲的字，迄个字的韵母是啥物？咱就甲即个字的韵母写出来。记咧，像讲医生的医，听起来你听到医即个声音，你就知影伊的韵母就是医，所以就爱写医。护理师护你会发觉，这后壁是 O 的即种音，所以就是 O 就是2个 O， 就是你就写伊的韵母就是2个 O， 就是 O。好，下骹第一就是保庇的保。保庇的保，第二细汉的细，细汉的细，第三下愿的下，下愿的下，第四网大的大，网大的大。第五画家的家，画家的家。第六的的第七色的色的第八更偏
的更，更偏的更。第九，医师的医，医师的医。第十，涂骹的涂，涂骹的涂。这10题，但是讲拢写了啊，咱就来看答案。第一是保庇，保所以是一个乌的乌。第二细汉细，思 A 细，所以是 A 是对，就是 A。第三下元下，好 A 下 A。第四网大，大是倒啊大，所以是啊。第五画家，家是高啊家，所以是啊。第六就是的音，所以就是多一个第七色就是的音，所以就是第八更偏更高更，所以是这种音。第九医师的医就是医。第十涂骹涂特乌涂，所以是乌，两个乌的乌，乌仔的乌。当然啦，这六个基本原因会当做一寡变化，这变化就是甲两个啊、三个基本原因斗起来，变做一个组合。几个韵母斗做伙，伊的音就会小可改变。像讲啊甲伊就是I，像讲师傅的师，啊甲有就是凹，地凹的凹。伊甲啊就是呀，写字的写。伊有枵会晓的晓。伊甲药药的药。伊甲有溜俩的溜。有甲挖金的挖。有伊就是怪奇的怪。有甲话电火的火。有甲媒体的媒。这就是用六个基本原因做组合。所以咱就来做第二个练习。这练习啊，就是甲唔是遐尼单纯，干那一个韵母尔，这可能两个、三个斗做伙，咱来甲伊听出来。举例像大汉的大，咱就听讲大就是倒哇，哇就是有哇，所以就是写伊的韵母就是哇，就是有甲y 嘛，y，所以就是写 y。下卡第一题哦，台语的台，台语的台。第二胃癌的胃，胃癌的胃。第三电话的话，电话的话。第四豆仔的豆，豆仔的豆。第五腹肚枵的枵，腹肚枵的枵。第六社厝的社，
下厝的下。第七，庙寺的庙，庙寺的庙。第八，摇篮的摇，摇篮的摇。第九，收水的收，收水的收。第十，瓦镜的瓦，瓦镜的瓦。咱若拢写了的来看答案。第一是台语，台是的 I 就是阿姨变成 I。位岩位就是位有伊位。电话话就是有的话。豆啊豆的后，豆后就是啊有。巴肚枵枵就是伊啊有枵。下厝好野下。野就是伊啊野。庙寺庙就是无甲摇。摇就是伊学。摇篮摇摇就是伊学摇。收水是优秀。优就是伊有优。我见我有我。好，这部分其实安尼听嘛算真简单但是这是上简单的一部分，这是韵母的第一部分。后摆会佫讲佫较复杂的变化。所以大家转去会使先甲顶摆的声母甲即摆的韵母试看卖斗做伙。你就当斗做足济你念会出来的字也是讲平常时咧讲话的时阵你就想看卖你的声母是啥物，韵母是啥物，甲伊斗看卖。这就当做真好的复习。大家敢有啥物问题？若是即马无问题，就今仔日就讲到这。